哦，我无摕刀摕枪叫恁爱来看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拿刀拿枪叫你一定要看直播，可以吗？来刷赞刷爱心哦哦。那按怒的下播，我把你封锁了哦哦，这菜哦啊，不要被封锁在那里靠靠北北把我解开，我没有乱你家的事啊，自己爱在那边靠腰的哦，我今天开直播，我没有拿刀拿枪出来哦，逼任何人进来观看直播哦，要看就看哦啊，不要在那边讲一些54321的，什么什么马桶，什么头发，什么像马桶盖，什么马桶盖，什么小的，我有叫你看吗？对不对？你就是欠封锁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睡着啊，哪有那么好不用工作睡着？好了，说明的行了啦，哦哦，说明在行了啦，哦。今天早说，谢谢你了，呃，哎，蔡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头发换个造型，看起来比较有那个啦，比较比较有精神了，剪自己喜欢的头发，对呀、剪这样看起来比较有精神，知道吗？头发剪这样比较有精神。开哥在啊，你在？休息时间呢？对呀、
嗨，大家谢谢啦，哎呀，来，这个你好，下来屏东记得说一下，OK 啦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有下去屏东再跟你讲，OK，哦，没有问题，哦。来，这个来，经理，来，东吴好，哦，东吴好，哦，你们大家东吴好，注意环境。来，大凯，谢谢，哦，谢谢你的加油。什么鸟头哦，笑死了。啊，你开这个假账号哦，啊，你开假账号哦。上来台北请你吃饭，不用了，谢谢了哈，谢谢。哎呀，粉丝团记得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我就很高兴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啊，等一下要要要工作了，对吧？要来剧场了。哦，等一下要出门工作了。来，披萨，谢谢了。哎呀，什么是中心我不知道嘞，我只知道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哦不对，我只知道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不能乱猜，哦不对，做上一册啊，我做上一册的啦，对呀、我讲过很多次了，好不好？小弟做上一册，好，听上面。阿台，有事业未？来，你大你好，派大哥谢谢啦。来，廖大你好，来，俊杰谢谢你的加油，谢谢大家啦，哎呀，对啊，上一册不错了，家庭赚，虽然薪水没有多很多了，家里有人的话可以找工都有优惠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来，小丽哥谢谢啦。来，薛鲁你好，哦，但你这没有再分什么大小月的人，人随时什么时候会过世，这不一定啊。只有过年呐、过年没有再出兵的啦，过年今年可没有再出兵的，过年后才有出兵。哦，有些晚生可过年，很多基本上过年没有人在出兵的，都是过年晚哦才有出兵。像最近殡仪馆哦，就最近啊，
很多人每天都有在出兵的。像这阵子天气比较冷，有没有？有些老人家，哎呀，很多老人家就这样走了，哎呀，天气冷了，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就走了，哎呀，天风帅打算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哦，另外一个小帮手谈的事啊，哎呀，那个是阿财，林元才在还在？各位，晚上想看探险的刷加六，晚上想要看探险的刷加六。追踪一下我们林元彩哦，今天晚上11点他会开直播探险哦，追踪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各位，今天晚上11点，我们林元彩大哥会开直播探险了哦，啊，你们支持一下啦，哎呀，谢谢大家啦。哦，支持一下啦。哦，晚上11点记得收看林元彩直播探险台哦。没有，是我另外一个管理员要探险哦，林元彩哦，林元彩要探险，不是我探险呐、哦，是阿财要探险，不是我哦，我帮他打广告而已哦。虎烂财爱肉鱼，怎么聊？没有，我不在哦，我不在，有吃饱了，吃饱了，等一下要工作了。
追踪一下全台唯一探险粉丝团，好不好？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。要啊，准备要出门了。都有休息的时间吧，总不可能没有休息的时间吧？来，X 大你好，工作加油，谢谢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看醒啊。对啊，工作也要多喝水啊。就赶快聊天，因为等一下要工作了，没有时间了。来，带的全部抓一台带。
家全部打开。冷气没有开的了，哪有开的？香香蕉哦，对呀，做冰商业的啦。好了，不到10个人打在哦，粉丝团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，我要去上班了，卖来，我在哪里做都不重要，好不好？卖掉的话，你用来这边问我在哪一家，这个不重要，哦，都不是，哦，都不是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很重要了，对呀、什么滚？叫我滚，谁封锁？先大封锁3分钟，我头发也要去剪这样啊！你不敢啊，你不要骗我，压起来，压起来啊，压不起来啊！好啦，你们去看阿凯直播了哈，拜拜。